要补这里，补这里比较对。哎，那个补另外一边，警察到另外一边，到你们的右边。哎，火把拿着不动哦。好，这边也有2位。好，也拖进去拿。好，就是1979年发生足侪代志，迄当阵我拄10岁，应该是国小4年啊5年啊的时阵，美丽岛事件发生迄当天，甘市其实有足侪警察和军人伫咧市政府附近集合。这件代志发生了后，规个社会啦，大家拢无啥敢去讨论这个话题。它现在都是适合用的。对。李文钦就是一个足普通的桥仔头在地的少年家，啊，伊就想要去改变因的生活。伊看到真侪庄仔头内底足无公平的代志，就是讲遮的小人物要对抗，不管是政策，还是要对抗资本家。啊，尾手伊就知影讲，伫咧迄阵的台湾有一群人组织一个新的团体，或者是美丽岛杂志社，啊，因做足侪代志，会当具体来改变艰苦人的生活，所以伊就想要去参与。深入以防万一，这样是一个问题。互我印象上深的，就是我梦到吼一只鸭啊，飞到我的手头顶。导演就是要演说，就是我一醒来发现，哇，一只蝴蝶怎么停到我手上？然后因为他们打了一盏灯在那个窗外，就是那种很像月光这样，然后就把它往月光这样放出去。想到还是会很那个，你就是觉得你就象征着自由，你就飞回去吧，飞回我的故乡。结果他就飞回来，然后好像就是他，就说我留在这边陪你，然后好像你跟这个蝴蝶之间产生了一种连结，整个环境就是我跟这个监狱，跟这只蝴蝶，哇，当下觉得好美。无你们换只姿势，紧来啦！手牵起来了，手牵起来，哦，手已经牵起来。林宏伊是一个真实在的人，伊想要表达一寡想法的时阵，伊嘛是真敢讲。啊，只是伊的大东啊，伊袂参像文钦安尼一直咧冲，真正要摆一个顺序的话，应该是家庭第一，其他的拢是后尾。有一场戏是阮驶着迄只足细只迄落发财车，我甲文钦坐头前。啊，对，伫咧后壁，啊，忽然间叫警察走来，啊，要甲阮掠，要甲阮拍。迄场戏伫咧足暗的时阵拍的，佫有真侪动作戏，就是我感觉规场拍落来，迄个真实感真好，迄种一气呵成的感觉，哦，迄个气氛有真紧张，啊，嘛是真真的迄种画面出来。这里是打阿德打蛮多的，打到是哦，有啊，有啊，有开，这灯有开。我感觉阿迪啊，伊是一个不管安怎拢有法度生存的人。啊，伊有伊的保护色，啊，伊的保护色是甲人嘻嘻哈哈，叫啊，敢若足歹的，啊，敢若是一个德家罗马呢。啊，其实伊足自卑，除了家己之外，阿嬷应该伫伊的头前，伊就是为着阿嬷生活，为阿嬷生存的。我找你啊，我要靠你。啊，你是你的啊？你有去内底吗？我一开始没有想那么多，但是我到了现场，看到人山人海站在那边，然后又加上拿着立牌，然后又加上有大声公的声音，感觉那个气势就不一样。这真的是一场历史性的游行等下就是放你进来乱暴揍，就是对了。他们把防毒面具装在摄影机上面，他要打我们，然后我们就是要躲啊，或被打到要痛啊，或什么的。就忽然发现，那个摄影师后面是导演，在玩老鹰抓小鸡这样，因为他一方面左手保护着摄影师，另外一方面保护旁边的人不要被撞到。
真的是因为我们的食物吗？还是因为他们喝了其他有细菌的饮用水？有检举，我们就必须依法行政。快点，快点。我感觉伊是一个足听话啊，唔敢对因爸爸妈妈表达伊家己意见的人。伊的爸爸妈妈开餐厅嘛，啊，餐厅算是伫咧迄个桥仔头地方上最有名声的。啊，伊就有一点仔像迄种人讲的迄个头家仔囝，其实伊足重朋友的。对，盯着它会比较好看，尽量不要往下看。就是我咧互问话的时阵，我拢一直想到，就是以前较早足欢喜的画面，搁较安怎想要考调司法官，我改成嘛袂当放弃我这自细汉到大汉遮的朋友。迄个场所做成真正侦讯室的，就是迄种压迫感的，互我感觉讲，是安怎伫咧这个时代，我无法度讲出实话安尼，足无奈的。啊，一方面佮感觉我规气咧，互讲出来，互掠去好啊。这2年是否看过批评政府的刊物？是。有看过《美丽岛》杂志吗？否。Action！ 你是过分哦，你不准去，不准去。阿顺来到高雄这个所在，伊其实是半暝啊，就带因小妹离开厝里。因爸爸爱跋筊，输钱的时阵，倒来就会啉酒、拍囡仔、赌枭。伫迄款的社会环境内底，你要离开厝里，尤其是女性，迄是一个较罕咧知影的代志啦。大部分大家拢是会吞忍啊。毋过伊煞决定讲，哦，我要离开，我要重新生活。所以伊伫迄个时阵，我感觉伊是一个足勇敢、足勇敢的女性。哭得太多。哎，不，这个还好，这个到这个程度，你说这么久没见，第一次来看，若隐若现，越有感情，不哭才是干一样。我印象很深刻，就是我进到那个看守所，其实迄个气氛是足恐怖的，你敢知？你想你介意的人，你的亲家朋友啊，这样的距离而已，就是中间隔着那个东西，你也很难想象，就是你跟你的你爱的人，或是你很重要的人，在面对这样的事情，你不知道怎么帮他，然后看到他可能从很意气风发的样子到，就是那个会面的过程。我觉得彼此是很痛苦的。对我来讲，就是真的就是阿纯跟文清在那边，真的就是他们，这不是我本人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东西就是这样子涌现出来的。就是文清他也被我吓到，我们就彼此的那种交流感是不用言语的。你们几个注意哈，不该讲的别乱讲，被我发现。我就立刻终止会面啊！坐下。会面开始。你是不是无欢迎我来看你啊？啊无，哪会拢无笑了？我觉得我们是一群很努力的想要去追这个历史的一群演员，会很想要成为那个时代的样子。其实很多一些细节，真的可以从戏里面去体会当时的每个人的所面临到的一些无奈。咱人活在这个世界哦，上珍贵的就是自由。就是因为这个故事，更较理解是安怎咱真的有安尼的生活，是因为因这前辈足辛苦咧打拼，为咱打拼，咱才有法度真会当安尼生活，真会当讲台语，真会当足自由的。尾首结束了后，真正是会足怀念这几个过程，嘛足感谢伫咧过程当中，甲因学习遮侪物件。好，谢谢。新人，再见。
有强哦。